更多的精力放在4科，不是放在5科上面。那个人的准备自然就是要比较认真嘛。我觉得5选4对自然组，因为我本身是自然组，我觉得对自然组蛮有利的，因为就是我们可以专注在国音数字，然后因为我觉得社会科比较偏背诵跟记忆，所以然后自然科我觉得比较偏理解跟反复练习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自然组的学生可以省掉在社会科方面的准备时间，那我觉得应该是还蛮不错的。5选4等于是可以少读1科，对不少同学来说压力减轻不少，但同时也可能产生不公平的面向。如果学校科系是采用5科分数，对于全才的同学来说有很大优势，总分加一加，积分高低差立刻见真章。然而现在不管是5采4或者5采3，同分竞争者会更多。尤其是热门科系，它一定会面临到超筛。我预估今年应该也是一样的状况，会有超筛的状况。但是超筛这里有2个面向，有些对于他学测成绩表现好的孩子，他会觉得这些超筛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，因为他原先可能只要跟几倍率的孩子，他现在扩大这么多孩子进来了，那也有竞争性的问题。我也曾经有听过，因为我们也看过孩子，就是说他明明学测考得很高分，结果他出来申请入学报考，他是被取的。109学测全国校系总数是2154个，大约有2/3，690个校系选用5选4，4成采用5选3。但是今年的数字出现些微变化，5选3的校系达到900个，提高了1个百分点。虽然名义上是5选4，可是5选3的科系比5选4更多。那这5选3的科系呢，比去年又多了30多个，到了41%的科系都是5选3。所以可预期是呢，今年同分的同学会更多。那同分更多的话呢，表示会有更多人一起进2阶。那这样呢，到时候正取率呢，可能就会比较低。因此呢，可能今年呢会有更多的同学呢，我们建议在寒假的时候呢，可能要开始准备一下你的2阶的考试。超额筛选的状况在医学系最为明显。109学测，阳明大学医学系医师组预计招收39人，最终却有472人通过门槛，等于是超标12倍。长庚大学医学系拟定收55人，来了487人。另外像是成功大学电机工程系也超额筛选了5倍。最好是能够在同级分超额筛选那边呢多设几个关卡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比单科，可以比多科的加总，也可以比4科的加重的加总的积分，设法让这个考生人数能够接近原本你规划的可能是2.5倍或3倍的一个人数。当人数比较不是这么多的话呢，对考生来说，他的正取率是30%或是这个25%，他压力比较小。以去年的状况来说，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出在数学科，超过14000人拿满分，是19年来新高纪录，但同时也意味着考题鉴别度不足，高分群就突然暴增。我们数学老师这边的研究来看的话，其实它应该不属于鉴别度不足，而是在难易度不均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达到。就是说，它在题目的难易度的分布上面的话，它把偏难的题目也少了很多。比如说它其实大考中心有试出后来学生的答对率，那其实低于30%的答对率的题目只有1题。为了解决分数相近、评不出高下的问题，有专家建议多筛选几个科目。而台大电机资讯学院去年就有加入国文科，但没想到最后造成反效果。招联会去年再加上防爆赛的这个规定呢，要求同分再比国文，那这时候呢，台大电机跟资讯2系呢，这时候国文就必须要14积分，造成呢，我们筛进来的可能是国文很强，但是数学普通的这个学生，这个对我们电机跟资讯，我相信对现在的电机化学，他们已经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。原因就出在去年国文科也有状况，顶标第88个百分位和前标第75个百分位，算出来的考生积分竟然都是13积分。建议这个相对的增加积分数，来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导致这个学生的这个权益呢，严重受害，哭诉无门。意思就是以现行的15积分制已经无法细分出学生的程度，也由于去年加入国文科，并没有对超筛状况有多大的注意，有了前车之鉴，因此今年顶尖的资讯相关校系都同步把国文排除在外。我觉得国文的评鉴度，那个考题的评鉴度真的不足，然后也导致像我教的那个2、3类组的学生，他们通常都不重视国文那1类组的学生读起来也有时候那个很特别认真的学生也没有成就感。超额筛选在整个制度和考题方面都有必须要解决之处。有高中老师建议，目前
前能做的应该是要把选材的规则定得更清楚。那大学我觉得就是说，我还是认为就是如果你是怎么选材、怎么招生，你的专业化跟你的公开透明度一定要是可以信任的、公平的。那超筛这个部分的疑虑才会稍微比较降低，不然老师们也很焦虑，因为我的学生现在进去，他超筛进去了，那他在选材上他也会很想知道怎么样对他自己有优势。二阶考生超过原先预估人数，对大学端来说虽然是压力，但也意味着学校挑选学生时有更多选择。然而对考生来说，5选4、5选3，鉴别度不足，造成升学乱象，更多人同积分，更多人竞争同一个系所，反而错失理想志愿的机会。新制学测到底升学检讨，还是掀起另一场升学之乱？